美麗華旅遊摩洛哥古城遊中8天團 GMQM08， 今次會帶大家由香港出發，乘坐大概16個鐘頭飛機去到 Casablanca。坐咗10幾個鐘頭飛機咧，終於嚟到摩洛哥啦。講起摩洛哥，大家咧必然會諗起北非諜影嘅呢一套電影。為咗目睹人生必到50個地方之一摩洛哥，今次咧我就會帶大家由首都拉巴特玩起，準備好就可以出發啦！摩洛哥係一個回教國家啦，咁所以咧好多地方咧都會見到清真寺㗎。咁而喺阿爾麥哈德王朝曾經咧有一位蘇丹就想興建全世界最大嘅清真寺，咁咧就俾士兵同埋軍人去祈禱同埋聚會。咁可惜啦，經費問題同埋地震頻生，依家咧只係剩翻眼前嘅呢一啲尖塔石柱同埋哈辛塔。咁而喺哈辛塔嘅隔離咧就係穆罕默德5世嘅皇陵啦。呢一座44米高嘅咧就係哈辛塔啦，咁而大家見到嘅呢一啲石柱咧，全部都係歷史遺留落嚟嘅古蹟啊！依家行近啲睇下先。摩洛哥有北非後花園嘅稱號啦，咁嚟到呢一個國家咧，就好似去咗一個五光十色嘅萬花筒一樣。咁依家大家見到呢一個咁靚嘅風景咧，就係奧達亞城嘅小漁村啦。咁嚟到呢個小漁村咧，感覺就好似去咗愛琴海希臘嘅白色小屋一樣。咁依家咧飲埋呢一啖嘅薄荷茶，就帶大家睇下啦。今晚我哋就會喺首都住返一晚，好好休息啦。菲斯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回教古城啦。咁依家企喺呢一個位置啦，就係16世紀菲斯古城堡。望翻落去山下邊嘅呢一個千年古城，直頭咧好似睇緊荷里活電影嘅場景一樣啊！咁到咗今時今日，菲斯嘅人民佢哋嘅生活習俗自中世紀以嚟咧，都依然冇改變㗎。麥地那就係解做大市集咁解啦。咁菲斯嘅大市集咧係全摩洛哥第2大㗎。咁入邊咧會見到好多手工藝品啊、食物啊、燈飾啊，甚至係地氈等等㗎。咁依家咧一齊跟埋去睇下啦。喂，行啦！入到嚟呢一個大市集啦，咁其實咧會見到好多錯綜複雜嘅大街小巷啦。咁咧頭先聽導遊講咧，差唔多咧呢度有6000條嘅呢一個大街小巷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咧要跟實導遊，唔好走失啊！喺摩洛哥啦，好多鋪頭嘅門咧都會見到咧呢一啲大大小小唔同嘅手杖啦。咁而呢一個手杖就係代表咧會帶嚟好運啊 ，good luck 嘅意思嚟㗎。Good morning，hi。哇！呢一間鋪頭咧賣嗰啲燈飾咧，全部咧都好靚喎，全部都係銅做嘅燈飾嚟㗎。大家見到咧呢啲驢仔咧，唔使覺得好出奇喎，因為咧其實呢啲驢仔同埋馬咧都係當地咧做係主要運貨嘅交通工具嚟㗎。呢一個咧就係菲斯最大嘅皮革嘅染料工房啦。咁入到嚟咧，大家會見到呢啲圓圈啊、四方形嘅呢啲染料池，就係用純天然嘅染料啦。咁例如係阿蒙尼啊、鴨嘅便便啊同埋尿㗎。咁所以咧氣味咧真係非常之大㗎。入到嚟咧，職員咧會派翻呢啲咁嘅薄荷葉俾你辟一辟味。如果唔係咧，都真係幾難頂㗎。呢啲咁嘅皮具手袋咧，全部都係下邊嗰個染料工房咧製造出嚟㗎。咁不過咧，經過加工之後咧，聞落去咧就唔會好似頭先咧咁大陣嘅阿蒙尼亞味道啊！呢一間神學院咧係菲斯市集嘅第2間嘅神學院。咁呢一間咧嘅規模咧就比頭先嗰間咧比較細一啲。大家望上去2樓嘅位置咧，會見到有14個窗口啦。而每一個窗口咧就係代表一個課室，入邊咧係可以容納到3個學生㗎。咁入到嚟咧，除咗要留意嘅就係呢一啲嘅咁靚嘅馬賽克風格嘅建築之外啦，仲可以望下一啲咧回教特色嘅拱門㗎。今日嘅午餐喺摩洛哥嘅傳統餐廳享用。我哋會品嚐香烤鮮魚同埋地道美食，我唔客氣啦。見到我依家呢一身嘅造型咧，就知道我扮緊摩洛哥嘅王子啦。咁今日咧，我嘅任務咧就係帶大家嚟到摩洛哥嘅撒哈拉沙漠騎駱駝睇日出。咁咧，依家咧已經見到咧好多遊客都已經急不及待睇日出啦。永遠不寂寞。
大家睇唔睇到啊？旭日初升啦！撒哈拉沙漠係好多人嘅夢想啦。咁台灣咧有一個作者叫做三毛，咁喺撒哈拉沙漠生活咗10幾年，就推出咗呢一本《撒哈拉歲月》。睇完呢本書之後咧，令我重新認識撒哈拉呢一個地方，原來真係好靚、好壯觀㗎。摩洛哥係一個非常之精彩嘅國家啦，咁由首都玩到過嚟東南邊嘅安吉爾啦，咁咧沿途咧會經過雪山、沙漠同埋一啲乾旱嘅地區。咁依家嚟到安吉爾啦，大家咧會見到啊一大片非常之茂密嘅棕櫚樹林啦，以及係後邊嗰啲一間間嘅房屋啦。咁呢啲咧就係用咗沙石混合咗草去建造嘅城岩，咁亦都係咧安吉爾嘅一大特色嚟㗎。呢一個古城咧已經有差唔多800年嘅歷史㗎。咁依家大家見到呢一啲咁嘅城岩嘅房屋啦，全部咧都係用啲水泥啊、泥土啊、沙石啊去興建㗎。咁中間咧喺啲泥土入邊咧會夾雜一啲咁嘅禾稈草啦。你睇下，哇！用呢啲咁嘅禾稈草興建間屋咧，會唔會冧㗎？呢條溪流嘅河水啦，全部都係咧由山上邊流落嚟㗎。咁經當地嘅導遊講啦，佢哋話咧水源咧係非常之乾淨，咁所以咧嗰邊嗰啲村民啊，全部都係直接飲用呢一啲水㗎。等我試下先，好清甜啊！喺峽谷深山下品嚐午餐，呢一種咁地道嘅風情，真係呢一度先至有㗎。今晚我哋會入住當地嘅酒店。休息一晚，聽日就去荷里活片場啦！大家見到呢一個風景咧，係咪覺得似曾相識咧？咁呢一度咧就係摩洛哥南部歐薩薩嘅埃本哈道嘅古城啦。咁好多荷里活嘅大電影，好似《蠍子王》第2輯啊，同埋《盜墓迷城》啊，都喺呢一度咧取景㗎。咁大家今日咧見到我呢一身嘅造型咧，就知道我扮緊啦摩洛哥嘅王子啦。咁陣間咧就約咗導演，佢話咧開套新戲俾我拍。好啦，依家行啦！各位觀眾，有請摩洛哥王子。嘿，Hello， 歡迎大家咧嚟到埃本哈道嘅片場啦。咁呢一度就係拍攝《蠍子王》第2集嘅地方，連男主角咧阿 Rox 都喺呢一度拍過戲㗎。咁大家平時見到啦一啲非常之靚嘅吹沙入眼嘅浩瀚沙漠嘅環境啊，甚至係2個男主角啊，打到血流成河嘅礦場咧，就喺呢一度取景㗎啦。等咗咁耐，明明約咗導演8點鐘都仲未見人嘅。Hi, nice to meet you, bonjour. Where is movie director? Yes. Movie director. Water. OK, thank you. 喂，導演喺入邊啊，而家入去古城帶大家睇下啦。喂，助手快啲行啦，導演等緊啊！快啲行啦，喂！呢個得。睇下啲 fans 排晒長龍啊，個個都要同我影相啊。OK。香港耶！頭先我啲 fans 咧幾咁熱情啊！不過咧嚟到呢一個片場啦，換翻套咁嘅王子服，真係咧好似係穿越2個時空一樣啊！咁啊，其實咧點解呢一個地方咧會發展成為一個咁出名嘅拍攝荷里活大電影嘅片場咧？就係因為穆罕默德6世啊，係一個非常之中意睇電影嘅戲迷啦。咁而且佢亦都知道啦，拍攝電影啊能夠振興一個國家嘅經濟同埋發展呢一個旅遊業界。咁所以呢，佢就非常之鼓勵好多唔同嘅國際大導演嚟到呢一度拍電影啦。導演，呢個位啱唔啱啊？咁依家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古城入邊最高嘅地方啦。咁企喺呢一度扮翻個王子，你話係咪好似模似樣咧？導演果然係導演啊！連間房咧都喺山上面居高臨下。今集《蠍子王》第5集嘅男主角仲唔係我？導演，我嚟啦！馬拉喀什係摩洛哥第2大嘅城市啦，咁亦都係南部咧最大嘅一個城鎮嚟㗎。咁呢一個大市集啦，咁其實啦一落到車啦，已經感受到嗰種人山人海嘅熱鬧氣氛嚟㗎。咁呢一度咧特別係入夜之後啦，咁好多遊客啊，甚至係放工嘅人都一定會嚟到呢一個市集度行街啊、食嘢啊，甚至係睇表演㗎。咁依家咧等我帶大家去睇正嘢啦。呢度賣嘅燈飾咧都係呢一度最出名啦，特別係呢一啲咧有顏色嘅玻璃咧，咁放落去啲燈度啊，或者點蠟燭咧，
係咪好靚啊？咁不過嚟到呢一啲市集度咧，大家記住要講價喎，因為咧呢度嘅老闆咧做生意咧一定會標高個價格，咁咧只要你同佢bargain一下，咁就可以用最抵嘅價錢咧買到呢啲咁靚嘅燈㗎。Okay, how much is this one? 今晚我哋會品嘗下北非嘅特色晚宴啦，同埋欣賞佢哋嘅民族歌舞表演㗎。睇下幾大隊嘅馬隊嚟歡迎我哋。睇下有兩個靚女陪我睇 show 啊！今晚呢一餐咧就係北非嘅特色晚宴啦。咁啊，包括有呢一個烤嘅羊肉串啦，同埋呢一個 main course 啦，就係叫做 couscous。咁咧就係咧當地用一啲小米啦、蔬菜同埋肉咧去蒸出嚟嘅一個菜式嚟㗎。咁咧等我試下咧呢一個小米係咩味道嘅先。好香呢一個香料味啦，同埋有嗰個雞油嘅味道咧喺個飯入邊㗎，幾有特色喎呢個。阿拉伯嘅馬術表演啦，係摩洛哥嘅傳統表演嚟㗎。根本同大時大節啊、收割啊、播種呢一啲重要日子咧，都喺摩洛哥度咧可以睇到㗎。咁而今日咧，我哋非常之開心啦，喺用完呢一個北非特色晚宴之後啦，就可以喺廣場度欣賞呢一個咁樣特色嘅馬術表演啦。曼拉華公園係馬拉喀什嘅一個非常之出名嘅著名景點。以前嘅皇帝咧就喺呢一度興建水利工程，灌溉兩旁嘅樹木同埋棕櫚樹。咁夏天咧就會帶埋啲皇室人員啦，一齊翻到嚟呢一度避暑放假咁樣㗎。不過到咗今時今日啦，呢一個公園已經變成係一個旅遊區同埋當地人嘅一個拍拖勝地啦。哇！親啊！富圖比亞清真寺建於1147年啦，咁佢嘅設計師咧就叫做賈比爾，喺全世界咧設計過3座清真寺，咁而所有嘅清真寺咧都係非常之出名㗎。咁而呢一座清真寺咧樓高77公尺啦，咁亦都係馬拉喀什非常之著名嘅地標嚟㗎。呢一個咁多白鴿嘅廣場啦，咁就係穆罕默德五世廣場，亦都係Casablanca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啦。咁兩邊咧都係一啲嘅政府大樓啦，同埋郵局，好多遊客啦都中意嚟呢一度影下相同埋餵下白鴿㗎。如果 Casablanca 呢一個咁靚嘅地方冇咗哈辛二世清真寺嘅話，真係會失色不少㗎。呢一座建於1993年嘅清真寺啦，用咗5年時間，花費咗48億嘅港元，動用咗6000名嘅傳統工匠去到打造。點解咁貴？當然有佢嘅道理啦。因為入邊係加入咗好多高科技嘅元素，包括係自動升降嘅水晶吊燈啦，同埋一個可以開合嘅屋頂，更加係全世界第2大嘅清真寺㗎。而呢一座咁宏偉嘅建築，仲要係面向大西洋，真係好宏偉啊！呢一碟雞咧係摩洛哥嘅傳統菜式啦，咁就用咗橄欖、黃椒同埋一啲香料去到炮製，有少少似咧我哋中國平時大家食開嘅砂鍋雞㗎。而佢哋嘅肉質咧，非常之鮮嫩啦，仲有少少咧香味㗎，唔會太鹹，所以咧都幾好味㗎。第8日，我哋會乘坐16個半鐘頭飛機返到香港，以多哈為中轉站。想好似我喺摩洛哥遊沙漠睇古蹟，就快啲嚟美麗華旅遊報名啦！